来看台南这个小画家叫伦炳，虽然讲干11岁尔，抑过真有画图的天分。进前伊袂记将这英文课本砸两记，分老母一直骂，因老母搁话念讲啊，敢讲英文会使用画？这个伦炳一个节气呢，真正摕画笔起来画英文。原来伊画是总统出门真古早的画像。 头毛型、外形拢真成，互人意外是，这伦炳的老母将这幅图寄到总统府10天后，真正收到回批，鼓励伦炳继续加油。妈妈啦，画出面部啊，低头毛，挂一支目镜，这人看真明显。介意摕画笔描画人物，这11岁妹妹叫做伦炳，因为袂记得载英文课本，和妈妈念。英文月考忘记带英文课本回来，然后就跟妈妈吵架之后。 妈妈就是说，你没有带英文课本回来是要画英文的。想袂到妈妈的这句话，伦炳真正摕画笔画英文，伊所画就是总统蔡英文。妈妈看了后咧，唔知是要气还是要笑咧，规气甲早囝的这幅画作寄到总统府，想袂到10天了后，真正有收到回批。 竟然可以在10天内回复一个小朋友的回信，其实是很就是窝心呐。然后对小朋友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啊，因为毕竟可能他们忙的事情很多，可是他竟然可以拨空去回一个小朋友的信件，其实是对人民来讲是很感动的事情。 因为被妈妈念意外画出这幅总统蔡英文的画像，也佮受到总统府的鼓励，即马互伦炳更加有动力继续伫这画图这条路追求梦想。